我做食品造型師嘅，日薪過萬喎。主要係請 model 龜啫。喂，放喺身上邊嗰啲㗎？哇，好型仔喎！喂，點入行㗎？主要係自己中意整嘢食啫。有次有個朋友叫我去幫阿蕭敬整個宴會擺盤啊，哇！收尾都收翻成1,500蚊報酬嘅都有。嗰陣時覺得哇 OK 喎，咁咪係咯。喂，我可以做 model 嘅喎，你請我得嘅喎。你講翻車先啦，你幫我搞掂下部車嘅問題，我再慢慢帶你入行啊。哦，好嚟。屋企人想買翻部本田，去到間寫字店咁咪聽個銷售講到懵定成陀陀令。佢想問呢啲問題啊。得，Roy，你幫我打俾張經理。真係打俾個經理啊！張經理，直播緊㗎，你等陣間直接答就係啦，要講真話嘅喎。好 OK， 冇問題。打過一箱油可以跑2000幾公里，係咪真嘅先？喂，第4代 IMMD 運動技術喎，43升嘅油箱跑2132.7公里，不如等我發啲資料俾你啦，唔係加大個油箱，加大個電池就做得到㗎。呢條新聞我睇過，後嚟我查過本田呢套嘅雙電機運動系統咧，27年嚟經過6大洲唔同場景嘅考驗咧，都保持穩定，性能唔衰減。大多數嘅路況都優先用電嘅，而且而家好多品牌都參考呢種以電為主、有為負嘅原理嚟開發㗎啦。點解仲係冇坐電冰箱大梳化嘅？好尖鋭喎！喂，呢啲嘢呢就技術要求係唔高嘅，但係買車唔單止要睇配置啊嘛，仲要睇實際嘅體驗。港本對 MM 空間嘅研發呢，又好難得有得比嘅。好似奧德賽 MPV 佢尺寸又唔係最大，但係佢又有空間魔術呢啲稱。開講都有話啦，車係第二個家，應該係要將舒適嘅空間留俾坐車嘅人。我覺得你有啲職業病啊！但係我最建議我哋大家車友嚇試試佢嘅底盤，因為佢係嚟自 F1 嘅經驗嚟去調教嘅。之前呢，我哋好多粉絲都試過佢新能源嘅車呢，都話唔好咁容易會暈車咯。但係佢哋食120合格率喎，有冇咁鳩合啊？咁但係26年超1000萬嘅用戶喎，你話邊個夠膽馬虎啊？全部車型都係經過48個月嘅完整研發同埋驗證，覆蓋咗70種工況同埋153項極限環境測試㗎。其實大家可以查一查咧，全球汽車行業都知名嘅 JD Power 嘅新車質量排行啊，港本咧又真係一直排喺前邊嘅，甚至乎有車型咧做到反向出口添。嗱，之前咪有99年嘅6代雅閣，好多仲喺路上邊跑緊嘅，打個電話嚟啦。咁聽朋友講話喺廣州買運動車型仲可以直上藍牌喎，你堅定流啊？真㗎，呢個唔係謠傳嚟嘅。好似酷影啊、型格、奧德賽呢啲咁嘅車型呢，如果你喺廣州嗰度買，你攞張身份證過嚟，又唔使指標，又唔使搖號，直接可以免費上粵 A 藍牌㗎啦。喂，大佬，我哋而家直播緊喎，你要記住喎，你要負責任喎。如果係真嘅話，就真係大家要點讚，因為有好多人呢要用年嚟去計先搖到個牌嘅。如果假嘅話，你好大鑊㗎。珍珠都冇咁真。即係如果係咁嘅話，有咩問題出問題揾阿張經理啊。OK，冇問題。辛苦晒兄弟，多謝張經理啊。好。咁你而家可以教我點樣入行啦，係咪？依家係請你同埋幾個粉絲朋友過嚟試試水先啦。跟住加點讚，用車冇使煩。